讨海外籍渔工常常互人看无目地，因来到台湾食头路，劳工的保障权益却拢无够，这是写咱台湾的国际名声。国家人权委员会今仔日提出外籍渔工人权专案报告，针对伫台湾的外籍渔工人权提出改善建议。 一群人客伫垃圾的环境，这是外籍渔工做工课的日常。国家人权委员会3月提出外籍渔工人权专案报告，指出外籍渔工常拄到几项问题，包括工时收长、薪资提无够额、尊重的生活品质歹、最佳食物无够、无法度定期扣岗，还有境内外适用的法律无共，造成差别待遇等等。行政院在他的这个渔业人权行动方案里面，已经允诺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 C188渔业工作公约要国内化。我们认为，在聘雇这个渔工没有办法适用劳动基准法之前呢，还是应该要比照劳基法的这些条件，不能让这个渔工的劳动条件完全交由市场来决定。C188还没有国内化之前，希望能够研议修改现行的规定，拉近劳基法跟 C188公约规范的落差。台湾头一个外籍渔工组织的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肯定委员会调查结果，不过这份报告较无强制力，因对讲法度实行是有疑虑。工会建议，即马上大的问题是中人权利伤过大，应该就先加强工会的力量。要授权给他们嘛。 他们变成是主导者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剥削者有位置。远洋渔船上的劳工，他们都应该可以组织工会、加入工会。政府部门的态度不能在那边模棱两可了，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通通投给这些渔业团体。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表示，会暗调找相关部会来讨论，建议安怎把这摆专案报告相关建议列入渔业人权行动计划草案。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